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17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对着日前伫台中救火殉职的台南主地警消张哲嘉，市长黄伟哲上午请消防局长代表前往场甲慰问。议长郭信良也会同游英智、甲陈秋红等议员去慰问家属。尽管家属希望莫阁受到外界搅扰，不过议长也呼吁市府应该检讨消防人员的设备甲福利，互基层的消防员会当较有保障。议长郭信良上午抱着敬重甲唔甘的心情，代表议会致赠慰问金予救火英雄家属。看着家属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原本后事办完，家属就无愿意接受外界的搅扰。不过郭议长嘛特别关心家属承受困难的所在，尤其家属的2个后生拢伫咧消防服务，目前家属嘛尊重大汉后生的意愿。如果日后调动有困难，再搁请市府甲议会斗相共。消防署也好，消防局也好，能够借机来思考，而且来改变这个状况，避免能够发生。第一，是不是各消防人员能够就近就家来做他的工作，不要有心思放在别的地方，人牵挂父母亲在这边的一种的情形，希望能够加以检讨了哈。第二，整个的消防员的设备福利。我希望各县市政府如果财力可以的话，那我尽量要编组编充分，让他们有后顾之忧，能够充分的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人民百姓充分的打头阵，而来对整个的人民财产做个保护。那我们国家也有那个需求，做这个消防人员的人身安全的装备，还有他的福利呢，做更适当、更充沛的给他们有。更好的人权保障的设施，那我也希望市政府呢能够这方面能够加强。我们所有全体议员呢都会努力，希望台南市政府多增加装备，多增加经费，让他们有后顾之忧。议长除了呼吁中央消防署加市府消防局，尽量让消防员会用个就近伫家乡来服务，莫让父母挂碍。至于消防人员的设备加照顾，议会嘛会伫咧预算上全力来支持，互消防人员伫咧拍火时，嘛用个注意家己的生命安全，无后顾之忧。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上午是经发局甲农业局的业务报告，其中针对农业局的业务掠蜂掠蛇以及流浪动物的媒介领养等问题，引起多位议员的关心。尤其掠蜂掠蛇委外办理，一档编列将近1000万的经费，不过却无看到农业局报告成效。议员要求委外业务也是爱回归予专业人员来处理。为了减少消防人员的勤务，政府将掠蜂掠蛇的工作回归予农业局。不过农业局碍于专业人员的不足，将这项业务来委外处理，一年当编列500万的经费。加上中央补助420万，不过伫个农业局的工作报告却完全提不出成效。议员林美燕就认为，甲过去消防局所掠的成效是天差咧地。这是我们农业局的它本身的一个业务，你们要进到去就是督导的一个工作了。所以我希望农业局。你对着捕风抓蛇这件业务，你们未来应该还会继续再去做了。那如何跟消防局做一个无缝的接轨？那如何在我们这个捕风捉蛇里面，明年也有编了920万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民众碰到问题，你们接到电话，我们如何第一时间能够让我们的民众觉得安全？除了掠蜂掠蛇，另外议员林议员嘛关心流浪动物是不是有受虐待，因为进前传出动保处送养民间的收容所，因为民间收容所被检举设备差，甚至传出有虐待的事件。对此，动保处嘛回应，送养的部分拢是媒介动保的领养，绝对无送到民间来收容。我现在
要求就是动保处去做一件事情，不只是这个园区，其他我们有合作的收容园区的状况要去进行一个盘点。不要再有类似的状况发生，让民众爆料了、媒体报道了，我们才来去追说这笔钱去哪了，这只狗、这只猫到哪里了。其实我们很多市民是非常有爱心的，我脸书赞数最高永远都是猫咪文啊，就是大家其实很喜欢猫猫狗狗这些小动物。那我们既然有心要来做这个媒合送养，出去的每一只生命，我们应该要负责任。因为这个园区它里面的狗狗是它大概都是自己在外面。他外面这边，比如说去急难救助去救回来，或者去跟别人去收外面的流浪狗收进来的，它都不是从我们动保处这一边所进去的。然后这个狗狗的话，就是说把我们松所这边的狗狗，然后送到他认养场那边，不是让他带到他的私人收容所，是到他的认养会场那边，然后他协助来帮我们做提供出去认养这个动作。所以这个是跟他里面收容所，他自己收容所里面的狗，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议员嘛呼吁，动保处送出去的生命一定要追踪，并且进行全面的盘点。记者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针对中美贸易大战、经济大伤甲资金回流，议员李宗翰就关心，到底转来台南投资的资金是增加偌济？另外也呼吁农业局爱多多照顾农民。不管是病虫害防治，或者是农产的行销各方面，拢爱加尽一寡心力。针对最近经济成长率因为大商资金的回流，中央表示至少超过8000亿。上午议员李宗翰透过市府经发局的业务报告，询问局长，咱市伫这块大饼到底分到偌济？对此局长回应，到9月30日。总共有564亿的资金回流。但其实我这边注意到的一个点就是9月12的数字跟你们这边原本号称的金额反而减少。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异？现在目前有6个区域，那我认为分布非常不平均。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是可能人口或者是区域问题，但我想要知道一下，经发局长针对其他地区或者是我们人数较少的地区，有没有想要做怎么样子的努力？这个投资的金额有564亿那就业人数大概有这个8300多个如果这个跟台湾投资事务所来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我们台湾投资事务所大概有142个案，那我们占的比例差不多就是14.08%那投资额大概占了8.94%。就业人口我们也占了14.49%。好，谢谢局长。除了资金的回流，另外在农业方面，议员嘛呼吁农业局爱加照顾农民，不管在病虫害或者是水果的收成行销，尤其最近阁是青皮碰柑大出的时，议员特别准备一箱请官员来品尝。虽然一箱内面拢是同款的品种，不过有的碰柑因为沙皮饼批衫较歹。介绍甲顶级的嘛差真济，虽然沙皮饼防不胜防，为了照顾农民，希望民众嘛会用个加采买。虽然外表较歹看，不过拢同款的好食。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近年来，无人开冷机非常的热门，不过相对的也发生真济问题，所以政府嘛规定，为明年开始要陪无人开冷机嘛爱考证照。咱南部第一个考照的机构，就伫个中营大学，为培训到考照，拢一手包办，带大家做伙来了解。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所以无人机的使用也愈来愈普遍。但是因为门槛低，所以造成了侪的意外。对此，政府也针对无人机的使用制定了相关的法规。对明年的3月31号开始，使用无人机拢需要驾照。为伫规定的中央大学，这几年也积极推广无人机的使用甲专业的课程。现在也争取成为南部第一个考照的机构，对培训到考照拢会使一届来完成。无人载具的市场非常的具有潜力。那长荣大学过去4年一直在准备为学生能够开拓一个新的就业的一个契机。那我们在正式成立了一个无人机应用学优学程以后，那我们看到学生的学习慢慢的已经贴近市场的需求，也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在就业市场上发光发热。那也希望能够随着政府在推动无人机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我们能够专做最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提供者，这是我们的目标。
未来2公斤以上的无人机，或者是无到2公斤，但是要伫活动救火现场使用，拢需要有驾照。现在考试的项目有7项的术科，40题的学科。现在开放的拢是政府相关单位的考照，预计伫12月份的时阵会开放民间来报名。如果民众对无人机的考照有兴趣，那这个整个考照的内容包括学科跟术科。那学科的部分主要有几个部分，一个是基本的飞行原理，第二个是航空气象，第三个是法规的部分，第4个是关于紧急处置的程序。那这个在学科部分是考40题，然后必须要80分才可以及格。那在术科的部分呢，就有包括一些飞行前的检查、飞行后的检查，然后包括一些执行任务中需要的一些飞行科目，像例如8字飞行、悬停、前进、后退等这样。现在考照相关的资料拢伫民航局的网站会使看到。除了使用无人机需要驾照以外，也需要注册。等待新的法规上路以后，如果无注册，将会罚3万到15万；无驾照来使用，将会罚6万到30万。也请民众多加来注意。但新闻广播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呆人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台南下那育成宫将要举办第1届世界广德尊龙文化季。活动将会邀请福建南安凤山市四山龙山宫、安溪威定庙，甲全台各地庙宇做伙来参与，宣扬广德尊龙济世有名的精神。2019第1届世界广德尊龙文化季将伫咧国历10月22号登场，将进行为期1个月的文化活动。除了有各种传统艺文表演以外，另外嘛有精彩的顶头表演，活动非常多元。小弟来来办这个第1届咱世界广德尊龙文化节一系列这个活动拢是咱议长甲这个林议员来甲咱帮忙甲咱台南市政府民政局来甲咱辅导这真感谢这长官这个一切活动伫咱22号开始就开始启动22号伫这个接驾23号有咱这个秀琴这个文化这个歌剧团的这个演出
甲一切在2、6吼，咱伫咱台南市有举办一个迄个庙会优质吼，优质的即个庙会文化哦，要显示咱伫咱南区伫咱台南市吼有一个优质的文化绕境活动。第一届举办的世界广泽尊龙文化季，参加单位除了有来自全台各地主事广泽尊龙的庙宇以外，这次嘛有邀请福建南安凤山市、西山龙山宫、安溪威正庙共同参与这场盛会。这不是咱台南市庙宇尔，它串联着整个全国的庙宇。啊，不只是全国的庙宇，它还要从就是也周庙，周庙就是就请来了我们的广泽中晚的一关新民归来共同来就是来庆祝我们广泽中晚第1届的文化季啦。那很对我想这个会当讲是一个非常大一个活动，相当大一个活动啊。当然，阮里长当期嘛是广泽中原的一款忠实的就是信徒啦伊嘛有感受到咱广泽中原属实就是能够有陪有保庇，阮的保庇阮里长能够事都会当一帆风顺啦。一向支持庙宇文化的议长郭信良，嘛特别出名号召市民做伙来参加文化季。这个宗教活动，这个是大事情嘛是咧，广泽尊龙咧，你就知影有13太保，那认真讲来讲，阮说过祖先，所以今仔真欢喜，今仔就宣讲个主委呢，国院啊，特别呢，从这个活动来展示着所有宗教顺台的这个正好的这个活动，保护咱所有的市民知影。那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踊跃出来，欢迎第1届世界广泽中原的文化季。主办单位下那玉信公表示，活动也以政府提倡的优质庙宇，以宗教文化带动观光政策，为宣扬广泽尊龙信仰以及城市观光创造双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饭店业者为了吸引人客，除了料理菜色爱开心思设计，伫用餐的环境甲装潢嘛爱真讲究。为伫东区的5星级饭店业者，为9月开始进行餐厅改装，现主时已经改装完成，提供予爱食美食的消费者一个更加又一个选择。因为菜色丰富多元，真侪企业或者是家庭，拢会选定伫咧自助餐厅聚餐。饭店业者不时嘛会推出新的料理，吸引消费者敲门。台南东区一间5星饭店业者，就大手笔改装餐厅，并设计出真侪进前无的菜色，希望造予消费者全新的用餐体验。跟以前都不太一样，而且很棒，菜色越来越好。很明亮啊，很好啊，感觉很舒服，对，很不错。厨师都直接在里面做。对啊，就这是很特殊的，就不像以前那个比较挤一点，现在看起来感觉上比较宽，比较那个舒服一点。台糖长荣酒店的吃遍天下的重新整装开幕庆哦，那希望大家呢能看到我们今天的吃遍天下的不同。那吃遍天下的不同呢，从我们以前的餐台是比较隐蔽式的一个餐台的一个状况，现在是改以就是开放式的一个餐台的模式，供餐模式。那希望给顾客们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到厨师不经过任何的调试的去做餐的方式，提供给大家。再来呢，我们的餐台呢也依就是不同的料理的模式去提供就是定位式的不同，以蒸煮炒炸的方式呢，把料理的特色都给区分出来。还有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餐台呢，从以前呢没有的一个甜点区，独立出来了一个叫做法式甜点的精致缩小区。那也希望呢提供给消费者不同的一个甜点。那这个甜点的部分呢，希望大家喜欢。还有手工做的那个千层饼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饭店业者为了庆祝换装开幕庆，又推出3人同行、1人免费的超级好康。在开幕期间呢，我们有优惠。那优惠呢就是3人同行，1人免费。那平均下来呢，一个平日的一个价格落在575午餐平日价格，所以是非常非常的优惠。那除了优惠的一个条件之外呢，我们还做了一个集点活动，同时可以集点，累积集点20块集1点，1块20
块积一点，一点也等于可以折1块钱的现金，所以既能积点也可以优惠。希望大家能趁我们在开幕的期间到10月31日止，都可以来做享用。饭店业者表示，3人同行1人免费的优惠好康，直到这个月底2日，民众就要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有真侪长辈因为喙齿落了，所以拢使用活动式的假喙齿。毋过有时阵会因为食物件或者是啉水落落来，基美病院就运用少量的正喙齿来固定假喙齿，透过下面的医疗报道做回来了解。相信一定有侪使用专喙假喙齿的民众有发生过假喙齿落落来的状况。如果想要改善这种状况，有的人会选择植牙，但是因为全口植牙的费用非常的高。对此，基美医学中心就运用少量的植牙来固定活动式的假喙齿。有2位患者经过使用后，嘛感觉效果非常的好，除了费用较俗，也会使有效减少无爽快的状况。它主要是针对全口都没有牙齿的病人，那它其实适用的就很广，你只要全口无牙，骨头条件还不会太差，身体状况也还可以接受植牙的手术，都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重建。那所以它的优点就是第一个，它植牙颗数不用那么多，所以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整个制作的费用。那另外就是它也可以利用植牙的帮忙，让你原来做传统全口无牙的假牙，那种假牙不稳定性或是不好咬的情况可以改善很多。那另外在上颚的部分，它也可以减少这种假牙的覆盖，让这个假牙它有些病人比较敏感，它可以降低病人会容易呕吐，或者是有时候会因为假牙的覆盖造成味觉比较不敏感的现象，它也都可以做大大的改善。如果想要做全口的植牙，上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肢体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如果患者喙内的状况无好，可能就要做坐间的手术。但是这种运用植牙来固定假喙齿的方式，就相对较无遮要求位置。如果你是要做全口固定式的假牙，它对于植体的位置要求会非常的精准。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植牙的位置它非常骨头条件非常的差的话，你可能需要额外的复杂又昂贵的手术，去让你植牙区域会变得就是要去重建，然后这样子对于病人来讲或是医师来讲，他的治疗难度都会大大提升。那这样如果以做植牙支撑的全口覆盖式假牙的话，它的植牙位置比较不会那么要求，所以我们可以有效的避开在骨头缺损很厉害的地方去植牙，所以它其实可以降低整个治疗的复杂度。安尼的治疗方式对长辈来讲，除了费用较低以外，上大的好处就是整理方便，是全口缺牙的患者一个真好的选择。台南新闻广播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风的天气，温度23度到27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0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